菲律宾的移工，一位是印尼的移工哈。那他们的情况，按照我们的医院方面就是荣总的副院长讲的哈，是稳定了哈，要休息身体。有一位可能明天早上在动一下手术，应该可以出院。那对这些受伤的外籍工有特殊的照顾吗？之后我看他们驻台办事处的人都来这里陪伴他们，所以他们的情绪跟身体都很稳定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这个是什么样的现象？就是主要是喝了海水，还有一些细油，就是那个上面刚好那个地方有油污，就是身上还是都有一些那个油气味道。总统报告，我们是9点45成立应变中心，第一时间我们就投入。那是在将近快到中午12点左右，发现到这个港区水面上有污染，所以我们要依规定就是布放那个燃油锁。那在同仁在布放的过程当中，因为那个浪还有风力，现场的风力，那在拉扯，所以它不慎。其实它是为没有啦，清香Thao găng chấm điều. Chào tôi chưa